心靈的旅程，有溫暖的光芒，那是我真心的向往，如同璀璨的星光。有個法利賽人請耶穌同佢食飯，佢就去咗嗰個法利賽人屋企坐席啦。喺嗰個時候，有一個婦人係城中嘅罪人，佢一聽見耶穌喺法利賽人屋企坐席，佢就帶住一個玉瓶香液嚟到企喺佢嘅後邊，靠近佢嘅腳哭起上嚟，用眼淚滴濕咗佢嘅腳，用自己嘅頭髮擦乾，又熱切咁口親佢嘅腳，之後就抹上香液。嗰個請耶穌嘅法利賽人見到，就心裏面咁諗啦：呢一個人若果係先知，必定會知道呢一個摸住佢嘅係邊一個，係點樣嘅女人，係一個罪婦。耶穌發言對佢咁話：西滿，我有一件事要同你講。西滿就話啦：師傅，請講啦。一個債主有兩個債戶，一個欠佢500德納，另一個就欠佢50，因為佢哋都無力償還，債主就開恩赦免咗佢哋2人。咁樣，佢哋當中邊個更愛佢呢？西滿就答覆佢咁話：我諗係得到好多恩赦嗰個。耶穌就對佢咁話啦：你判斷得啱。佢就轉身望住嗰個婦人，對住西滿咁話：你睇到呢個婦人嗎？我入咗你嘅屋企，你冇用水為我洗腳，佢卻用眼淚滴濕咗我嘅腳，並用佢嘅頭髮擦乾。你冇為我行口親禮，但係佢自從我入嚟之後，就不斷咁口親我嘅腳。你冇用油抹我嘅頭，佢卻用香液抹咗我嘅腳。就因為咁，我話俾你知，佢好多嘅罪都得到咗赦免，因為佢愛得多。但係嗰啲少得到赦免嘅，係因為愛得少。耶穌又對住婦人咁話：你嘅罪得到赦免啦。同席嘅人心裏面就咁諗啦，呢個係咩人呢？佢竟然赦免罪過。耶穌又對住婦人咁樣講啦：你嘅信德救咗你，平安返去啦。慈悲是愛滿人間，謙卑是最美的容顏，溫良是心中的火焰，讓我不再懼膽。聖經注釋：路加獨有記載呢一段，證明耶穌點樣係罪人嘅朋友。呢一個罪婦唔係伯達尼嘅瑪利亞，亦都唔係瑪利亞馬大力納。佢嘅罪獲得赦免，係因為佢嘅愛德同埋信德，因為信德感動佢愛慕救佢嘅恩主。